台南市议会无党联名的召集人陈坤和，20号中昼伫个无党联名的议员，包括左义奇、吴以环、甲叶坤元，以及国民党籍的议员李中琴、蔡宗豪等人的陪同。会同律师当时嘛是陈坤和的大兄陈坤明共同召开记者会。会长陈坤明以8个月的调查，指控郭国文立委的博士论文是偷生甲抄袭。更加以过去杨泽全甲高斯普等教授的指控论文抄袭，甚至后来2022年国家图书馆的论文下架，指控郭国文的论文作弊。伊摕这个论文将伊伫城大图书馆所展览的迄个图书甲换起来，当时呢向国家图书馆呢去甲换迄个古办起来。那伊去甲换的目的，伫伊的想法就是讲，我真呢偷将高斯普教授伊的团队所讲遐的时阵哦，来甲换起来了后，修改过，换起来了后，伊国家图书馆也是城大图书馆，伊的古版呢就下架，放入去仓库，不可以借阅。伊这本新的论文去代替旧的迄个论文，伊顶有呢将伊家己毕业版的迄个论文呢自己去把它下架，等于所以阮内底家认为讲，他就是自灭，自己把它毁灭了，自己把它下架。伊家己无承认了嘛，伊才承认这部新的，但是这本新的论文呢，并无亲像旧的迄本论文有经过伊的博士考试的委员来甲审查，无审查过。所以这本论文，我较会讲伊是论文，毋是博士论文。今仔日，咱高斯普团队甲你找出你遐济迄个抄袭，就是因为你无加注、无加引号。那陈坤明律师，伊搁甲你整理130外只，无写注、无加引号。我都想，你讲你若要引用，你拢会要求家己加注、加引号。结果人查开，两个团队，高斯普的团队甲陈坤明的团队，遮济所在无加注、无加引号，安尼你会认为？这篇论文敢是写对无？还是糊弄欺骗社会？会长陈坤明律师伫个10月20向城大来检举论文作弊的指控，不过到现在审查进度还是真慢。因此，会长陈坤明律师嘛表示，要将论文的整节整理并且出版成册。针对陈坤和议员的指控，会后郭国文立委嘛回应。如果是单纯就学术的论文，会当先来检举，等城大审查结果出炉以后，确认爆料是毋是正确，才过来开记者会。以对手的阵营去选择理性审判，甚至攻击城大的公平性，只是为了伫个选前进行人格抹黑。目前针对2位放弃各自领域的名誉，为了选举不断来抹黑的人，伊嘛已经分别来提出告诉。郭国文表示，对手的爆料根本是无可信度，质疑抄袭，但其实城大伫个2018年就认定无，质疑学校包庇，阁提不出证据，出册大概只用个写成幻想小说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